什么啊？什么啊？小姐。 等一下，把握机会啊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啊！滚红啊的嘴唇哦，予我亲一个，不免惊歹势，嘛不免头咧咧，不通笑阮是狗面皮。看着你，看着卡伦孙哦，心肝丢三下，你着亲像。 我追求的梦想情人啊，讲什么我拢听你的。小姐，人拢无看着我对你屎目尾，想着你青春马蹄，想要规暝不让你睡。妈咪拢无问题，只要我认真，一定会通过。 一定会凉些啊凉些，来哦，大家一起来哦！我们有吗？我们有吗？明天也要哦，还有那种进步哦，明天那个进步哦。滚红啊的嘴唇哦，予我亲一个。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大赚钱啦！谢谢。还有红包哦，那个明亮大叹气了，请明亮大叹气吧。啊，陈凯文，你也包哦。哎呦，感谢。谢谢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真好啊，那我看你啦。冰冰姐，你看，哎呦，你家有粉丝有够高你红起来就红。哎，内面是真正假的啦。想要看的咧。